Hello，我哋今日繼續嚟測下你嘅佢喺今日會點樣諗你呢？佢有咩打算呢？究竟抽張牌，睇下Fortune財富。今日亦係一樣抽到一個正面牌，一樣啦，好複雜嘅畫面，測對方嘅點樣睇你，用財富呢個牌面嚟解釋。首先一個我睇到係都係咁嘅啦，對方係咁諗，都係咁嘅啦，就好似某啲女人講嘅男朋友咁，每個男人都係咁嘅啦。呢個對方第一個想法，第一個想法，佢對於佢同你之間關係發生嘅事，見怪不怪。佢而家諗都係咁嘅啦，同邊個都差唔多。可能會有咁嘅想法。再睇下整體嘅牌面嘅色彩，畀人嘅基調係黃同紫同粉嘅一個結合。一樣啦，紫色係代表享受目前，黃色係代表仲有某啲激情。佢覺得佢同你嘅關係係畀某啲控制唔到嘅因素牽住個鼻哥走。呢個係我對呢個牌面第二個判斷佢嘅想法。第二點，佢覺得佢同你嘅關係畀某啲不受控制嘅因素牽住個鼻哥走。仲有第三個係無可奈何嘅苦笑，無可奈何嘅苦笑，畀我感覺係佢對你嘅態度係，我都奈你唔何啦，都係咁嘅啦。會唔會咁嘅想法呢？佢覺得你嘅溫柔中帶刀，溫柔中帶住一個劍氣。第四點，佢覺得你嘅溫柔之中帶住些少嘅劍氣，帶住啲令到佢不適應嘅一個少少傷害好，少少嘅唔舒服好。佢覺得你對佢好似缺少溫柔，呢個我對呢張牌嘅最大感覺。佢喺度諗緊你乜嘢？佢覺得你缺少啲溫柔，缺少啲柔情，缺少對佢呵護，都係咁嘅啦。佢就咁嘅想法。當然，我哋睇嘅係一張牌，一張牌唔代表一個人嘅全部嘅情感。我幫客戶拆牌係最少3張嘅綜合。我哋今日只係睇一張牌嘅一個佢嘅某啲局限嘅一個心態，對你嘅心態。仲有一個些細小嘅心態表現係，佢唔覺得，雖然佢頭先係判斷頭先咁嘅想法，
但係仲有一點就係佢唔覺得佢同你嘅關係係會逐漸墮入深淵之中。從呢啲咪睇講明佢對你同佢嘅關係仲係有信心嘅，仲係有信心。最後一點係佢覺得佢同你嘅關係仲係處於一個良性嘅循環之中，雖然有咁多問題，但佢仲係覺得佢同你嘅關係係處於良性之中。有興趣嘅講下你同嘅故事畀我聽啦，或者係根據你哋交往嘅細節，再結合一張牌，我會畀到更多嘅細節，佢嘅想法畀你。